香港幼稚園老師嘅起薪點原來23000。最近有位做咗20年嘅資深幼師同我分享啊，唔止起薪點高，如果升到主任校長級嘅話，每個月人工可以去到4萬、6萬甚至更高啊！但係最令人驚訝嘅係，原來呢位老師為咗攞個 degree， 佢由幼兒教育證書開始讀，一路去到高級文憑，最後入埋大學學位，前後行咗差唔多7年嘅時間。既然要進修，當然係揀一條快線啦。想年年加薪到頂點，一個英國 degree 絕對係你嘅入場券啊！我哋明白收工仲要返大學坐，仲要考試，簡直係攞你命啦！呢個就係點解我會推薦英國公立大學嘅 top up degree。只要你有阿蘇或者 high dip 或者其他認可嘅學歷，最快1年時間就可以拎到國際認可嘅幼兒教育學士學位啦。網上修讀，零考試，將你平時教書嘅實戰經驗寫入去就可以啦。真正做到邊做邊學啊！你唔單止係香港嘅幼稚園工作，將來想轉去啲國際學校都可以喎。甚至乎你考慮移民嘅時候，呢張 cert 係你最強嘅外掛。我哋又會提供專業嘅支援，除咗英國嘅導師指導之外，我哋仲有本地嘅導師1對1指導功課，用最短嘅時間、最輕嘅負擔，攞到一張最有價值嘅 degree。想知你而家嘅學歷可以點樣銜接到最後1年課程？點樣喺唔使考試嘅情況下可以攞到呢英國學位？留言幼兒教育或者 WhatsApp 我啦，等老師解答返大家嘅問題。拜拜。